每年嘅8月8號，對於雲南省建水縣馬王莊村嚟講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因為每到呢一日咧，呢度嘅男人就會面臨一場驚心動魄嘅生死搏鬥啦。點啊？佢哋要喺冇任何保護措施嘅情況底下，攀上100米嘅懸崖峭壁啊！諗到8月8號一日一日接近啦，小龍嘅心情就越嚟越緊張。到底去唔去呢？佢甚至開始依賴住拋硬幣嚟決定自己嘅命運。在家裡還是猶豫到底來不來。小龍一直冇辦法決定。佢諗起自己喺隔離屋朱林嗰度見到一啲相，呢啲相睇落相當驚險，但係喺小龍嘅心目中，呢個人卻係英雄。相中嘅高手係朱林嘅爸爸。喺馬王村莊，朱林嘅爸爸朱金祥一直係個不朽嘅神話，因為連續30幾年，只有朱金祥無數次爬上生死絕壁，並且每一次都平安翻嚟嘅。他什麼地方都敢去，不管多險，他都敢去。呢一片令人生畏嘅生死絕壁，就喺馬王莊村嘅燕子洞入邊。呢個岩洞高達50幾米，佈滿大大細細嘅鐘乳石。岩壁以90度垂直於地面，洞底就係深不見底嘅暗河。儘管爬上呢片絕壁係幾百年嚟嘅傳統啊，但係唔係個個都可以平安翻嚟㗎。一個是走岔道，第二個就是上總部。最危險的石頭是爬地面，那個最高是可能我們估計是100多年。他那趟人就在高石頭上面耍咗。喺小龍嘅心入邊啊，一邊想挑戰自己，一邊又係對死亡嘅恐懼啊。最後啊，佢終於做出決定啦。小時候看他們挺厲害，還是想學他們一樣。喺朱林嘅帶領下邊，小龍去見班頭徐建明，最終佢都成為咗8月8號嘅攀岩隊伍中嘅一員。嗱，呢啲賭命嘅事咧，而家已經好少人肯做。但係我哋仲發現喎，呢個習俗唔單止喺呢個彝族村落延續咗幾百年，而喺其他地區咧都會有啲咁樣嘅蜘蛛人，就好似喺貴州紫雲自治縣，而佢哋攀岩咧就係為咗咩咧？為咗將棺材放喺懸崖上邊。哇！據說呢一種千年相傳嘅神秘職業啊，叫做背屍人。咁呢啲喺雲南懸崖上邊飛人，係唔係同貴州嘅蜘蛛人一樣，都係背屍人呢？每年嘅春夏時節呢，貴州省紫雲自治縣格特河下游嘅一個巨大嘅岩洞，有幾個活躍嘅身影，佢哋喺懸崖峭壁上邊奔走如飛，好似蜘蛛咁樣動作敏捷，喺短短幾分鐘嘅時間就向上爬咗幾十米啦。由於距離太遠啦，我哋只能夠粗略咁估計，佢哋而家嘅位置咧，同下邊嘅河水距離咧，相當於30-40層樓咁高，而且佢哋冇佩戴任何保護嘅工具。就是剛剛從那個岩壁上採下來的，是吧？對。這個黑黑的什麼東西？這是燕子糞。哦，燕子的糞。燕子的糞。那你們掏這個是幹嘛用的呢？就是能攀岩的人呢，就是到岩壁上去弄這個糞，就是拿來種那個莊稼，是很好，就是說是上好的肥料了。呢個人叫做黃鳳忠，今日佢同師兄一齊喺懸崖峭壁上面攀爬，係為咗攞燕子糞。當地嘅人將呢啲喺懸崖上邊淘燕子糞嘅人稱為蜘蛛人。對於呢啲人嚟講啊，燕子糞係當地嘅一寶嚟㗎，係種植各種莊稼難得嘅肥料。但係如果要攞呢個燕子糞呢，就要攀爬到懸崖峭壁之上咯噃。而村入邊可以完成呢個任務嘅，就只有呢幾位蜘蛛人啦。由於攀爬崖壁嘅難度好大，所以蜘蛛人嘅身體咧必須要非常健康。
但係大師兄黃小寶就有啲殘疾咯喎，佢得個小兒麻痹症，2隻腳咧有啲萎縮添。不過當年師傅收徒弟嘅時候咧，就唔介意佢嘅缺陷，而黃小寶堅持咗幾年之後咧，竟然好快就掌握咗攀爬嘅技巧啦。先攀3步，要退2步，又進3步，又退2步，就是反复這樣練習。還有一些就是手抓的動作，還有腳的動作，還有自己怎樣排險怎樣試那個岩石的堅硬。苗家蜘蛛人攀岩嘅秘訣咧，祖祖輩輩都係口口相傳嘅。倒立、打關斗、單手吊掛等動作，都係喺100幾十米高嘅懸崖上面進行嘅喎。稍有不慎就會冇命啦。喺懸崖上面咁難度高嘅動作，蜘蛛人究竟係點樣做到嘅呢？我哋無意中就發現咗黃小寶身上有個奇特嘅現象噃。常年嘅攀岩經歷，再加上佢嘅腿部殘疾，令到佢攀岩嘅時候咧，更加多依靠嘅係手嘅力量啦，以致佢嘅手變成好似鷹爪咁嘅形狀噃。因為我從小已經一直爬到現在了，就我的腳的能力也我也靠我的雙手已經爬時間長，有一個變形。就係因為呢種特殊嘅揸握方法，再依靠當地嘅地貌所形成嘅懸崖上邊嘅凹凸稜角，蜘蛛人先至可以好似蜘蛛咁樣游走喺懸崖之上啦。我父親啊，我家爺爺、我祖爺爺，什麼嘢都能攀這個洞，都能夠攀這個洞，都能攀得7代名了。令人疑惑嘅係，唔通幾百年嚟啊，呢啲人係用呢種技藝嚟到採集燕糞嘅咩？定係同貝斯人有關呢？攀那個岩，就是以前呢，就是搞那個懸棺，就是把那個棺材背到那個懸崖上，屍體背到懸崖上。呢啲蜘蛛人對放置懸棺嘅人並唔陌生，因為佢哋正係呢班神秘人物嘅後人。千百年嚟，佢哋一直肩負住一個重要嘅使命，就係令逝去嘅族人可以喺懸崖上邊嘅棺木安息，所以佢哋就逐漸成為獨特嘅貝斯人啦。蜘蛛人嘅祖輩將藏屍嘅地點就係選擇喺格特河上游嘅一個巨大岩洞之中啦。幾百年嚟，呢度就存放咗數百副懸棺，當地嘅人就稱佢為之懸棺洞啦。每到立秋，貝斯人就會喺呢個懸棺洞入邊舉行一個神秘嘅懸棺儀式啦。喺30幾米高嘅懸壁上邊，3副懸棺出現喺我哋嘅眼前。之後咧，我哋又發現咗一個又一個懸棺，層層疊疊，數量驚人啊！這一片這個地方原來是有多少懸棺？這邊的原來有200-300盒棺材。表現形式呢，導致了我們史學界啊，就是對這個懸棺的3大之謎，一是誰放的，為什麼要這樣放，怎樣放上去的。那麼格圖和蜘蛛人的發現，恰好從另外一個層面破解了懸棺的3大之謎。貴州省安順市紫雲縣旅遊局局長易華就對懸棺已經進行咗10幾年嘅研究㗎啦。蜘蛛人嘅出現，似乎令到佢揾到咗解開懸棺謎團嘅答案啦。它又有3種表現形式，一個是木樁式，就是長江三峽一帶，它打木樁在這個絕壁上，然後把棺木刻在上面，這是木樁式。另一種就是我們貴州的魯廣河一帶的這個戳岩式，就是在這個岩石上打一個洞，因為那一帶的這個山啊，山體比較鬆，它就戳一個洞，把這個棺木縮進去。人工鑿一個洞。人工鑿一個洞，就是把這個棺木縮進去，這種叫戳岩式。還有一種自然洞穴式，我們格圖河的這一帶
大部分是利用天然的岩洞，就这种来放置玄關。按照呢種推論，只有蜘蛛人先至具備放置圓棺嘅某啲基本條件，但係圓棺嘅重量至少都有數百斤。蜘蛛人又用咩辦法將圓棺放喺如此高嘅懸崖上邊呢？因為那也是棺材嘛，它不是從這裡嘛，從這慢慢的背上去嘛，到那些地方嘛。哦，就說這個，這是棺材啊。哎，這是第三口也是棺材。哎，那個他怎麼能夠把它弄到那個上面去？因為它是從那個水面上，兩三個人，它是分開，就是拿上去的。這個木板它是分開的，它是背上去的。哦，格特羅上嘅圓棺結構都係由4塊木板組合而成嘅，用子母扣同埋榫頭固定。咁樣嘅結構又有咩玄機呢？它都是組合式的，有槽這麼切一切，它就是基塊，對不對？一組合它就是一個整的棺材。那個木板，把那個木板一塊一塊的分開拿上去的，分開的背到這個那麼啥，它背上去，把那個屍體呢就也是分開這個背上去到那個懸崖上面，它就再組合起來，再把那個屍體放進去。咁圓棺嘅秘密就可以解開啦。咁點解會選擇咁艱難嘅方法嚟到安葬死者呢？原來因為好耐以前，華夏大地發生咗一場大規模嘅戰爭，炎帝同黃帝嘅部落同蚩尤嘅部落經過咗激烈嘅廝殺，最終蚩尤戰敗嘅蚩尤部落就開始咗艱辛而漫長嘅南遷之旅啦。大的戰爭當中，導致了這個部落的人失敗了，就往這些深山裏面遷徙。那麼在這個遷徙的過程當中，由於他可能有一些傷員啊，有一些部落的一些大的首領啊，這些屍體啊，或者一些傷病的病重的，那在這個地方，他就要找一個地方把它隱藏起來。戰敗嘅蚩尤部落喺遷徙同撤退嘅過程裏邊，不斷有人傷亡。其中仲有部落首領添，為咗躲避追兵，防止野獸襲擊，族人需要揾一個安全嘅地方嚟放置死者嘅遺體，於是圓棺就出現啦。這個過程實際上是我們玄關的推行，因為他所戰敗的一方到這個地方來，他不是要在這個地方進行，而他還是有一種理念，要回到他收復他的實地。那麼這些屍體或者他的一些戰死的這些首領啊，他就找一個地方把它保存起來。喺苗家人嘅眼中，圓棺葬唔單止係安放逝者嘅方式，而且係先人對後輩嘅提示啊！有朝一日，先人嘅遺體都係會返自己曾經生活過嘅故土啊！玄關呢，它不是哪一個民族所賦予的，博人，也就是說這博人也在玄關，還有這個我們這個地方呢，就是80年前苗族也還在玄關，苗族也還在玄關，所以我這個玄關呢，它是一種戰敗了的民族的一種遺物，它的理念就是臨時存放，它還要帶回。由此我哋可以睇出，圓棺最初嘅意義係臨時存放先人嘅遺體嘅，等到收復失地之後咧，先至帶遺體翻去故土，就係咁樣。圓棺慢慢成為一種習俗，沿襲至今啊！嗱，貴州蜘蛛人嘅出現咧，係由於歷史民族嘅原因，佢哋嘅前身就係貝斯人，之後因為文明開化，圓棺葬消失咗啦，先至演變成為一種用嚟採集燕糞嘅手藝。咁一開始啊，我哋講到嘅馬王莊嘅小龍，喂，佢哋冒住生命危險去攀岩喎，又有冇咩特殊嘅原因呢？經過我哋走訪了解到，呢度嘅人同貴州蜘蛛人
嘅目的係唔同嘅，佢就係為咗採集一種更為珍稀嘅嘢。另外你燕窩可以攞到，可能10多斤燕。原來啊，佢就係為咗採集燕窩嘅。燕窩唔單止係珍稀，而且難以採集，所以價格高昂。喺高額收入嘅驅使下邊，當地就有咗採集燕窩呢個行當啦。收入少嘛，差燕窩冇得收入高，所以說就冒險啦。咁又點解啊？佢哋要選擇每年嘅8月8號先至上去呢？因為這個季節呢，剛好就立秋了嘛，在這個左右的季節，然後燕子是候鳥呢都要遷徙，所以呢，這個時候呢，燕子就都走了。所以呢，在8月8號呢，我們才開始採集燕。呢100幾萬隻燕子，每年都會飛返燕子洞築新巢啦。而鳩巢就成為村民眼中嘅寶貝咯。大家淨係知道燕窩嘅名貴，但係就冇人知道背後暗藏住一場以生命為代價嘅賭局。心情怎麼樣？這個膽大心細嘛。膽大心細。對。要是有什麼緊急情況或者是比較突發的狀況，應該要好了。但係喺現場咧，我哋見唔到攀岩者嘅親人咯。我們在這裡採燕窩，就基本上家裡人都不在這裡，都是不喜歡看那種場景，看了裡面都心裡不舒服。朱玉林嘅一句說話就道出咗親人最痛、最真實嘅心聲。過咗一陣啫，呢班攀岩嘅人呢，綁住一個袋，手裏邊攞住個電筒，冇任何安全嘅工具就開始攀爬啦。過咗一陣啫，呢班人已經爬上咗懸崖上邊啦。班頭帶住2個後生仔，3個人攞住一支好似釣魚竿咁嘅竿，只見技術熟練嘅班頭咧，一下就將木竿伸咗入去頭頂上面一個小洞裏邊，之後咧就見到一個完整嘅草窩被勾咗出嚟啦。為咗攞到好嘅燕窩，呢班人就只能夠不顧危險，不斷繼續往上爬啦。幾個鐘頭之後，其中幾個後生仔就安全翻嚟啦。但係當佢哋攞出布袋裏邊嘅燕窩，我哋就嚇咗一跳，原來成個袋入邊爬滿咗各種嘅毒蟲啊！這個燕窩上面是布滿了各種各樣的爬蟲，然後也像這蟲子的話，都是平常在比較隱蔽的環境下，也是比較危險的。當人攀爬絕壁上邊，底下係深淵暗河，身上邊毒蟲蜂咬，嗰種錐心之痛，需要好大嘅毅力嚟到克服。而呢班後生仔咧，就做到咗啦。艱辛了。太艱辛了。對。那您採集這個燕窩採了20幾年了嗎？就是您覺得你們最深的感受是什麼？你的高山，最驚險。驚險。對。每一次上去都覺得驚險。對。嗱，有人咁樣形容採燕窩嘅人喎，佢話佢哋喺血盆入邊撈金，目睹咗採燕窩同埋燕糞嘅過程。我哋覺得呢句話咧，真係講得冇錯。冒住生命危險，忍受住疼痛，採落嚟嘅草窩可以揀出10克嘅燕窩，喂，已經相當唔錯咯。而背後咧係沉重嘅代價。我哋期待住，無論係採集燕窩抑或燕糞，人類以後啊都可以發明一種更好嘅辦法。